香港咧就越嚟越熱啦，咁大家都頂唔順啦，所以就開冷氣，咁好似舒服啲啊嘛，係咪？咁但係長時間開冷氣係咪真係好嘅咧？對你又係咪真係完全冇影響嘅咧？但其實冷氣咧係會大量咁吸收空氣啦，同埋我哋人體嘅水分㗎。咁所以咧，如果你全晚都開住冷氣瞓覺，你長時間喺呢個環境底下咧，就會令到我哋人嘅一啲咧有 mucous membrane 黏膜嘅結構咧係變得特別之乾燥啦。例如係咩咧？我哋嘅皮膚啦、鼻啦、眼仔啦，同埋我哋嘅喉嚨嘅。咁所以咧，你一早瞓醒嘅話咧，由於係欠缺咗啲水分，就會覺得可能不適啦，甚至乎咧係引起咗過敏嘅問題啊。嗱，呢個咧亦都係我哋起身咧會打黑黐其中一個成因之一㗎。另外啦，長期開冷氣咧就會令到室內咧欠缺咗新鮮嘅空氣啦，咁樣咧就會導致一個局促嘅環境啦。嗱，至於喺局促環境底下會發生咩事咧？有研究指出咧係會造成一個咧叫做大廈不良症候群嘅，叫 sick building syndrome 啦。嗱，簡單嚟講咧就話人咧喺一個局促環境底下咧係會易啲出現一啲咧生理啦同埋心理上面嘅不適㗎。例如係咩咧？胸悶啦、發熱啦同埋發冷等等㗎。嗱，而且同大家講聲啦，冷氣咧一般都會裝上咗通風口嘅。如果通風口呢樣嘢咧咁重嘅東西唔係經常清潔嘅話咧，都會好容易成為咗咧病菌啊、霉菌咧滋生嘅一個溫床啊。咁樣咧就會更加令到易嚟病。所以大家記住喺夏天嘅時候咧，就唔好淨係掛住過冷寒，淨係掛住吹冷氣啦，都記得咧多啲去戶外啦，吸翻多啲新鮮嘅空氣啦，咁樣咧先叫健康啦，咁先好啊。如果唔係咧，越吹越易病啊。